係啊，各位聽眾，各在歡迎，讓到嚟收聽，咪先牌。歡迎來收聽，俾你學嘅直播。即係禮拜咧，我諗要講嘅物件咧，就是愛水買面。特別你看咧，特別嘅面是裝飾。但係較早嘅時咧，就只一人、7、8人、9人。當今日較晚啊，就剩4個人咧。啊，連迄個奧迪都本無開 video 呀，奧迪都本都無開 video 都特名稱嘅嘢嚇。嚇？冇高啲。開者係玩看4個有人嘛，較水。哈，那 switch 佢試嘅有人，แล้วก็ก็當我 copy link 嘅嗬，แล้ว去 Clubhouse 話係 link，所以當今到啲 Clubhouse 入邊嘅特別嘉賓呢個轉個個波咁低嚟啊！波咁低可能。Hello， 我把度嘅做好 Korean Street Toast UIPPR 嚟講，你使講。How come 未起啊？嚇！我講我出咗這問題嘅，其實喂 club， oh shit 啦喎，喂，你等陣我佢 restart 喂 OBS crash， 等陣問講 important 物件，問講 important 物件個 stall。Okay. Oh. Shit 了 motherfucker. Okay. Sorry. Oh my god. 我而家錯。等陣OK 到對啦。哦，好個仔，冇啦，冇講錯話嚇。到嘅，真係都講錯話，係嘛？One on 哇 OK。啦，介紹我嘅 Clubhouse 入邊嘅朋友，就幫咁啲嚟啊，幫咁啲歡迎。Hello， 嗱 BDR 小英 Korean Street Toast。把到煮好咧。Korean 係咩 toast？ Street toast， Korean street toast， Galopi 味 toast。哦，韓國嘅。哦。阿諗講 legit 咯，還是冇 legit？我都冇食到，我都冇食。你唔係食過啊？我都冇食到滷做誒。我講看咧，目睭看咧。看 OK 啦。看哦 ，not bad，會使看，成個怎麼係你少年嘅，呢？很多細漢嘅，會使看嘅，會使幫嘅，特別不很少。阿 John 冇小英，阿 John 都係類小英啦，好我諗yes，sorry，哎呦，我一萬行物件，我同你講不到，我同你講，我那時候不到做幾號，我物件個咧唔三唔四個咧，行物件未做派嘅。阿 John， 即係咁第幾步，你唔是double swing？對，係咪是double swing？octopus。哦，對，我唔是double swing，所以冇搞超對。OK， 所以當今人佢有轉過到啲大頂這邊有南西咯，南西嗰啲哦，是困呀。有對。OK， 然後佢有一點茶米粉。有啊，都3點個新 SMS。個茶米粉，然後佢有細漢嘅。細漢你差不多係困了。哦，細漢你對你早困就咪攰細漢你，然後佢有。我有啲我咩做足工啊。哦，我大概翕數人，佢有細30件可能30件困得未？未過。然後佢有吉利可能吉利。困呀，5,000萬可能。5,000萬你諗這禮拜這個錄音過啊，個嘅內錄音都通聽到頭一擺聽到5,000萬講嘅幾個數啊，讓特別聽啊，特別對嚟聽5,000萬講幾個數，禮拜嘅內禮拜幾個數只幾個數 ，OK， 然後個有阿涵咧，澳洲阿涵歡迎阿涵。Hello, good morning. 你諗幾點啊？幾個數是我困住。哇！你冇聽啊？我看我是第一驚嘅地方是我講 fuck this shit I want to sleep 了。就走去困。OK， 感謝。OK， 然後個有就是愛水買面嘅人咧，會使起來甲我講者。我會到啲maybe 到啲生活到啲 Clubhouse 人講啦 ，Clubhouse 人，你人做蝦米物件啦？
是感覺到你是愛水買面，所以為了成個坎坷，每日日愛做，你就會為了好看，為了水。夾口上講下。vaccine 情關啲嘢。哦，對，情況對啊 ，waxing 啊，細漢你講 waxing 啊，你個見 wax，你是個人 wax 啊，是人 wax 咯。哇 ，keep wax 啊。哦，你可能 wax 啦，你 wax 得隻㗎？係啊 ，strip 係咩意思？你伊是一個牌啊，一個 business，一個 franchise。哦，你意思做下面？你 strip， 冇你 strip 是一飄嚟下。一點嘅名啊，對，哦，你去點嘅名，你去 wax 是 wax 係咩位？多隻位 wax 卡地，唔係你卡地什麼啊？卡膜唔是卡地 ，sorry。我所以卡地什麼叫落咪只 good 咯，就正背呢。何必嚟即係？何必？哦，你 wax 卡膜 ，OK， 做咩是為 wax 卡膜咧？你冇是介意款還是做你夾帶嘅嘢係咩？good 較好看嘛。哦，所以你屬於愛水啦，即屬於愛水嘅，嗯。OK。但係買名嘅地方啲多 wax 樣啊。冇，唔是講買名，講 wax 係死。愛水買名意思就是講你做啊好，是為咗水嚟講，你做只物件 uncomfortable 物件，你唔是講只買名就死啦。OK。唔是 literally 死。阿漢。你知影淡薄嘅卡膜啊，你個 wax 啊 ，super duper painful。唉，打波誒 paint threshold 袂使甲查某比。好，我成日看到只姐你幫以後人看打波叫人 wax 卡膜是將架天落嚟啊。是啦。哇，是啊。我看自己是 wax 你就係 wax 定哦。try Brazilian 咯，Brazilian 我靠自己 Brazilian 伊加拉帶，我看 YouTube 嘅了人做人個係死唔死所以我看到我基本上 no thanks。แล้วก็ทำไม่มี嘅同埋你講我情況地，講情況地要係咩？你講 no thanks 咪我做。你講咩 no test？ 冇，頭幾講因唔敢做嘛，把我做Brazilian。你 Brazilian 是 Brazilian 是，喂 Brazilian 唔是講。㗎了，我做㗎了，lower body 㗎了做。Brazilian 是意思係咩啊？我就是叫做 Brazilian。所以 basically 你嘅pubic hair 喺邊聽㗎了，挽起來啊。挽起來，你會使做 heart shape 嘅唔是咩？我聽人講。會使做 shape 做一個 heart shape 嘅嘛。Brazilian 是唔是 reserve for pubic area 呢 ？pubic 就有 buttocks 喺邊聽㗎了本做。哦，咁啊，你講 Brazilian 到底你個啲，你面是唔是啊？冇啊 pubic 你會卡膜嘛？所以 Brazilian 是 specifically 到底係your genitals area，your genitals area。แล้ว做咩事啊？我冇講係做咩事人被 wax 其實講啦，啥個好看呀？是安怎？因為啲 Brazil 是唔是伊人嘅 bikini 是鬆嚟咯，就是 G string 嚟，所以加了嘅膜運動愛拉個了嘅，但所以伊叫 Brazilian。哦，所以意思講，做情swimming suit 嘅時，伊看到個水嘛。哦，伊別想講呢，膜搓出來。伊別講像就像 bush 呢，就係掏出來，然後呢是看。伊兩個冇就 trim 掉。哦 ，OK。แล้วที่บราซิลอีบิกินี่ที่เลยเต้ที่เลยคอยอ่ะอี是 G string 嚟伊唔是迄款上個短褲嘅褲所以冚掉隻蕉呢啦，是隻線，佢交佢啲口水卡嗰啲呢。蕉呢，就蕉呢。對，但所以你卡出嚟膜嘛是愛辣㗎了咯，泡㗎了咯。哦。但我俾聽看，別人都關地，你講情關地下係咩名？
哎呦，穿管底鞋啊！哎呦，我古底我 uni 也是啊，83樓嘛是穿個五寸的款底鞋，我唔知我安怎，我當期我袂啊，是迄款嚟舊嘅 platform 嘅啦。哦了我甲了嘅朋友講，你上架你嘅邊真啊跳到無跳。撸跳撸冇聽。Nope, not pay. 我講嘅時，我嘛講頂擺樣少年嘅時啊，樣嘛去 set 頭毛嘅，因為頂擺無成個把路講，你 set 咧，你就你阿苗啲咧，你嘛會幫去 set 咯，咁部樣是揸自己，因為樣是唔是點樣嘛，樣可能是夾子愛去搞嘅呐，咧樣迄隻阿妹伊人就去電頭毛 set 頭毛，夾子揸起就搞嘅咯，去出門嘅嗰種咯。咧樣有影是借條裙嘅喎，我嘛講是頭毛 set 水。有影我有影咁冇？喂個伊人個了嚇，伊人講是咯，了阿婆就到了小槍提伊嘅。because 我夾一個提議啊，你看啊，阿婆就困喺老人嘅枕頭，像你做嘢老人嘅。我定嘅，係啲阿媽官嚟嘅。乜綁到頭？呀，我人貴潮。哦，你講樣借條裙嘅喎，樣借頭亂。你這種是唔是愛水乜嘢咧？應該是咯，應該是咯。你是講為咗水後，你 sacrifice 就係物件，suffer 嘅物件都咩嘢咯？我有啊嚇。你做以為嘛得啊？去夾頭毛啊，計了，佢夾頭毛啊，電頭毛啊，咪貴嘅了，伊人個咧貴節嘅啊，借貴節嘅啊，5-6點鐘嘅，那冇事。對。但所以當時我冇猜啊，根本咪去夾頭毛嘅 ，whatever，because 你看我個驚係啊嚇。等嘅驚個，講囡仔，你真係 can you imagine 一個囡仔，借了5點鐘到你實攞呢位。你伊人啲個咧咪講話咯，講話嚟blah blah blah，你人佢去叫個 B 嘅咋？伊人佢隔壁還是對面嘅個 B 店啊，伊人個 deliver 嚟。哇，了，但是伊個正愛食物件，你袂使叫湯 ，because 伊就坎坷了，你特別食你物件叫薄餅啦，安款你物件食。我個紅餅咧，你頭冇，你頭你白掉。即係有影誒，我細漢時嘛是特別對外買人去貴節誒，早起去甲下晡誒。我係基本的，我係去。我是自家對外買去呢，伊個電頭毛店後，伊個出隻爽嘅，伊出隻燈，แล้ว我去參伊樣嘅鏡啊，佚佗啊，反正係物件，แล้ว伊個好個隻 garden，แล้ว我逐擺去 explore 佢。特別我再講食菇啊，對。如果人去 explore 無啊，就食了點嘅。是咯，就白絲嘅菇。是哦，即看國美嗰度看你老夫子啊，你看不要看等人專門看，也是。特別老夫子誒，家己菜吼，你看人講啊。對啦，那邊都不要讀啦，等人知啦。看咪鬼門看無關，善咯。你當見你做愛斯買面嘅啥物？我冇做啊，我講成。我哋做 waxing eyebrow threading 嘅你咪見啊？你嗰時喺呢度冇講就聽啦。我查某是嚟安尼咪見係10歲嘅啦講 period 嘅聽。normal 嘅 maintenance 呢？eyebrow threading 咯，聽。喂，如果是只畫類配啊，一般係只褲。別人咧，我小做 boob job 咯。你想要做喺大是做喺細？愛大。你要偌大？有 cleavage 就夠了。我冇。你袂用你 push up 嘅咩？係你佢 chicken breast 嘅。袂因為我 breast 好是生甲真啊遠。安怎 push 嘛是 push 袂到。你實條咁就伊袂當到，你袂拄面，你多拎甲正拎袂拄面。對，伊是毋是鬥智嘅，伊是我愛來。
哦，在南面就使下咧啊，来烧物件，Mariah Carey 咯，Mariah Carey 嘅 breast 咧，Mariah Carey，咩 ？Mariah Carey？是 Mariah Carey 嘅 breast 唔是咩？一時向無相位，一時即係情衫，呢個衫。我知，伊叫做拍膠令。對 ，cross eye breast。拍膠令。咁我哋都會知咧，我是唔多人 understand 嘅，咁我哋都會知。安怎唔知？伊看到，伊穿嘅衫，特別咧出來 expose 啲令。啦，伊就是伊好穿嘅咧，安尼只出嚟嘛，只 risky 嘛，伊 dressing 啊，所以是話是知咯。唔是啦，但你看講 the shape of your breast 就是 so like you know is 拍膠嘅咯。是啦，半好公司是拍膠。我見看，佢做乜咧？哦，那是講你穿你硬嘅穿迄種硬嘅，應該是會剪到短嘅嘛對。特別咧，你想講迄款 new bra 是唔是？你穿了後，因為我嘅年啊小肥了嚇，伊嘛是會逼出來。伊 overflow 嚇，唔是 overflow，伊是 too far apart。Near far wherever you are，哦，我知，你會使買貼嘅，你夾貼來貼嘅。我看過 magazine， 你伊會貼嘛？你貼了你甲穿你 bra，so it pull up 你頂邊嘅 skin。嘛，夾 bronzer， 夾 makeup 啦，畫來啦。對，我畫過。哦，你捌畫過，即是別使講，你畫過哦。我未畫過。哦，你就冇啦，你算，你多拎正拎嘅肚邊嘅啦。One thing 你去做 surgery 啦，阿莫包甲我講啦，迄個人少年做 surgery， 伊老咧時伊會拎只歹看 ，because 伊會破伊人領了啊，伊會迄個物件，安款老掉啊。And then 伊講伊人 hospital 多條嘅時啊，伊會拎拔到啲邊啊 ，because 伊想大啊，伊講嘅咯，伊講，若是講人是老了啦。本好人你是大粒拎本是拎啊啦，特別你看起來是 natural 嘅，特別若是你下咧 silicone 啊，是係咪幾本好啦 gel 係咪幾本好？伊講真正 unnatural 嘅，伊你只係看你就知，伊講少年嘅時會使水啦，伊講老嘅時 ，but it will like you pay back 咯 ，because 真伊講真嘅哩，誒唔是伊講呀，我冇捌聽過別人講過，我冇捌聽過別人講過。特別係。會夾出來嘅無？會使。特別伊是啥個？唔是啥銀行嘅那個愛去領就領啦，都被夾出來就是 either replace 還是 take 出來。我朋友去做 surgery 啦，伊講伊嘅領頭啊無 feeling 去，所以伊講like 你情緒啦，特別。你 nerve 呀，你 nerve 是啊。伊講嚇 ，because 伊掛係時 ，right？ 伊看你靈是安怎嘛？所以伊掛咧時，伊 doctor 有講，伊講伊一底本是伊攞嚟為無阿咪。哦，爸爸去。啊，爸爸去，一個是靈頭，一個是啲伊 underside。so 特別有個人 OK 啦。有一歲咯，愛水咪咩咩？咯，伊是愛水咯。我是驚伊講伊嘅 life， 伊嘅迄個 implant 嘅 lifespan 是哦，係我咪是想，就是結果 expire 到你零入面嗬。啊，是哦。我白你阿閒，伊是唔敢做嘅，所以講你這樣，你記住。我真是唔敢做，我想做。你想你阿姨唔敢做嘅。所以無夠愛水買命啦，都就是愛水想看只呢。你去洗一個囡仔個好，即係囡仔個着數好唔好？你看。我洗只囡仔了，伊拎嘅大，size 大。你有勇氣去做即個嘢，你也無去洗啲囡仔個用。
阿漢，我無可能為了我家己水啊！我賣我18年嘅命都知哦。我問緊阿漢啊，阿漢，你 bra size 當今時係咪啊 ？Technically 是 D， 但係都看唔出。Okay，you know why 啊？You know keep it that way 啦。呢陣嗬，想話嗬，I buy 嗬 buy 比較薄嘅。Because so much is smaller size number one, then number two 如果是安尼for 我本自就朋友樣講I you know like bigger boobs or whatever any alright but 佢哋講話要骨聽都知啊噃是咯知特別你細有時候太大你行落冇 balance 是不多嘅當佢先款嘅係helium咩啊helium咩見鋪起來阿婆嗬都成日就見見係時嗬貼我買啲 bra 嚟情況幫內力簽住嚟邊個就幫 bra 你確定？Sorry， 我家己嘅 cousin 響伊嘅年真啊大，伊嗬做 gym 嘅時啊，伊愛穿落嚟 sports bra 可能大。我會把你嘅佢邊條，活掉嘅佢邊條。是啊！你係太個大，你流量我什麼，我 drop 量我你係 throw 佢拉鋼起啊！你去減肥，把你先做啲，你去減肥就看到大了，你免驚。減加3步呢？我also you choose the right baju to wear。你俾我粒嘢係啊，係落啲衫佢嘢。對啦，來個就是來，我要聽阿龍，我要看阿龍講伊愛水買命，伊就只隻。應該第一名應該。裝係車啊，先是裝啊。還是 snorkeling 哦。阿龍講咩？阿龍都冇麥冇開嚇。伊冇 mute 誒，伊度冇 mute。哦，阿龍講下。阿龍 mute 掉。你 clubhouse 冇 mute。出聲哦，我真冇聲下龍。我聽到淡薄。安怎你寫聲下龍？because 你冇當麥講嘅時候。才咁當咩？阿龍唔對啊，你 pair with like a different mic 哦。你寫聲，你麥唔是到啲 iPhone 嚟喎，你麥只寫聲。你先至 connect 到你嘅迄個 DJI 麥。驚只解借本地。係啦，聽唔到阿龍，阿龍只寫聲龍。意思嚇。OK， 等緊咗。嚇，當然係咪數啊 ？OK 啦。我就冇用麥的嘛，我是用的 iPhone 講話的。冇，你麥唔是到咗啲 iPhone 出嚟喎。特別我就講，我頭條我用到 iPhone 講話，because 我早佢行過來，我就用 iPhone 講話。就是你應該是 pair with something 實在會呢，伊麥。特別我就冇 pair，because 我 iPhone 就冇 pair 個麥嘅，我 iPhone 是用佢哋電話插啲嘢飛得佢講話嘛。OK。Anyway，我愛水，特別冇見過愛水買名，所以你代表唔好講愛水。Actually 嚇，你是想講，你冇教佢哋地步咋？你講隨住你嚟講話，嗱愛水買名，你會使是為咗邊啲學人落音，唔是去 set 頭毛，就是隨咗愛水買名。即係按照伊買名咧，我冇明喎。即係 expression 咧，人是講為咗方便嚇，為咗方便嚇，人咁慢慢去做誒。但是哎呀，麻煩佢就掉地石。頭毛是特佢只俾價值到嘅嘛，我是經落伊面係一日去加，按你講你一般是一個月一刀嘅數嘛，冇乜特別嘅喎。對你嚟講啦，對你嚟講是冇。你未往大丁嘅頂面隔咧，有下面近自己石頭毛會啊，近自 recording 先。唔是為咗近自 recording，我是特佢只價值到頭毛，係你我講啊，我電視機架咧，我咪上次自己做咗啲嘢，就一擺啦誒播去做啊，對嚟做 recording。你食都好啦，你冇都就咁秒見啦。啊！冇好麻煩啫，佢俾 recording 自己佢冇做頭毛了，係咧佢俾禮拜去做夾頭毛啊 ？Why not？我係自己就冷掉咯，後面有幫咪做嘅，即係下個了咪就講。我就一定要 message 佢話，誒，咱其實落嘢嘛，
我唔是我未講 when do I set my hair？ 呢個其實我未見 set 頭啊，你我講10個號嚇，你個 OK， แล้ว有嗎？應該都是 OK， 你我愛水，我就愛水嘅，特別我冇講結果卡痛了，日日去請啊，我唔係都我未啊，我未咯，我still I comfortable 嘅咯。哦，特別上帝嘅係咩呀？上帝嘅就是啊。我覺得就未係。當經過 echo， 我聽到 echo， 我聽到 echo 嘅。迄你冇水啦。我冇聽到嚇，我冇聽到 echo 啦，我喂。冇聽到。OK。我哋之前房間裏邊頭頭講就係咩啊？應該房間頭頭講啊。我講，而家我常常我們呢些朋友佢嚟隨話係嘛？因為有雜項係嚟旅行係咯，又講誒，DC 日本嗰陣。因為要我就陪咯，所以我拜山放假我幾日我佢見邊隨浪咯，達到啦 ，almost 啦，達到啦，我變咗嚟隨話係直接咧，我日掉情緒嘅做緊嘅，所以我係人導喺放假咧去賭人，有時我頭嘅話條話講嗬，呢件事有外口 meeting 咩？我講冇 meeting， 請緊人導你講，我見咩我變咗嚟日本，這是愛水呢啦，冇買面啊！我就是愛水你啊！我就是會好像 you know good impression 講，誒，我啲口咧大啦就好，做工就好，好像看住你個人導嘅話，安尼款呀。啊，較靈俐啊！做白冇幹嘛？做白酒愛水了，冇人俾我做白酒是方便，裏面啲白件方便嗎？做白酒冇清白件較水嘛？我唔是，我是感覺就清白件較水嘅個機。對，我是感覺就啲白件，我看起來那個書本發過冊，嚇你看。愛水愛命咯。啊，我是買啲白件是比較方便。我就冇買隻白件就排咁咯。啊，我是感覺你冇啲白件加人頭個。是。是啊，有影咧，我是老實甲你講，我感覺你啲白件你誒，咱直播嘅 clubhouse 嘅人就是人講，出個阿龍清白件嘅人嗬，等我做隻較 proper 嘅，我知道。小英得咯，要看呢邊。要看小英咩？我講到底人嘅波嚟啊！阿龍，咱只少看你無清白件，你清白件一千八件個上文青咯，好，是咯，我就是 feel 到我個上文青咯，就就是文青誒，冇文青是有讀過冊，寫破有咩少人哦，斯文敗類呢？啊，不是，OK， 我拿你們水啦，是冇上水呢，冇清白件看個少年。有，這裡我看了個 intellectual。啊，這我，特別我較屬格嘅啲物件款嘅，這裡。是咩？我較屬格嘅。我是感覺你啲物件較流直嘅款，你冇啲物件較流。較流直嘅款係。而家就是我曉前面講到，我愛做 Korean 嘛，係咯，我特別可能有 feel 到特別個 Korean 邊，我冇啲物件款啊。唔是 Korean 呢邊嚟就，特別我啲物件咧，我朋友看到我個咧，你同你變咗成韓國人咗，我係你興嘅物件，我唔是講治療，就是我是講無治嘅話咧，我真係無想。係啦，我治療我真係想。OK， 到底 clubhouse 嘅 house chat 嚟啊，咱特別 training 乜啊，咱去 clubhouse 嘅人嚇，咱會使去 house chat 入邊。你話當然這是 house chat，就是講你去嘅一隻對面就變咗學見 podcast 嘅名，然後你訂咗咧就出去啲house 嘅 hallway 咯 ，hallway 你 scroll 落嚟，對話係隻 poll 嘅 question 啊，或者along with glasses thumbs up no glasses thumbs down。然後你去入邊 react， 你 press and hold 嚇 ，press and hold 後你 react， 你去揀嘅 emoji， 所以再講浪就是prefer thumbs down 是 thumbs up， 所以阿龍之後你再看啦，特別你個叫愛做係咪是即冇你免講看人愛係咪嘛？你個叫做個叫歡喜個叫 confident 都是好咧嘛。冇得對嘅，我本就係水碗嘅。你本就係對人講人哋講啲係我本對嘅。OK。原來你借到暑假。咁樣去算，浪特別去望到啲這邊 reaction 又知道，望到啲啥 reaction 又都去喺啲 house 嘅 hallway 位去算。
好是好位是酸了是可能。然後 heart 是咩意思？係咩嘅？但係有 heart 嘅。哦。有 heart 咩？哦，未必人掂掉，未必掂掉。你係 custom 嘅嘛？你係 custom。你話甚至 with glasses 食嘅了，你借我嘛？哦哇！你 confirm 你 with glasses 喎。我自己教書教本呢，特別我買意思變做 you know necessity 咗，我係一做 option。有時候我去做白照是 because 白豆我冇地本方便嘛。啊，我冇地本嚟啦，你冇白照看普幾好嘅了是。我普幾好嘅了。我食冇煮嘅藤三出來自己嘅啦。我都當佢未使出奇，你使俾係你冇 prescription 嘅 glasses 係你抹就未曬嘅啦。我同意我用嘅是 blue light 嘅物件嚟。啊，未見梅朗暑假我後尾好即係，水啊！即係別人飛去香港嘅就嚟 fly 啦。Cathay Pacific。阿 John Pacific。喂，硬尾啊！我成日事。哦，我攰 set 是話硬尾啊！誒，有人講我打波講啊。七點啊，4行嚟。哦，7點啊，哦，hi 7點啊。我一背起來，阿水咪名，就是起來講嘅，我知。因為我聽過一個朋友，因為伊為了伊看了伊現在個上河路啊，可能伊講伊開到顧了伊腦機排骨。哇！唔知是真是假哦。有人聽過啊？可能未見。有時真係 IC 買。有時講伊顧 rib cage 啊，伊 rib bone 一啲 rib cage 顧啊。啊，腦邊一邊一個顧掉。特別伊無使伊飛無幫行啊。伊是蝦米事做啊？嘢計 hourglass shape。我較散，佢腰較細。對，看較細哦。哦。查某嚟啊？Actually 是 transgender 啦。哦，是by trans woman 啊？啊，是。OK。Actually 伊未顧一隻，伊未做一隻啦。Actually 是兩本正需要，伊為了看了個上河路啊，可能所以所以去做。哦，因為是，若是講伊 biologically body 伊，咱唔是講打波 get 一個 good 係啥物唔是？啊，對，打波 get 真係 good 嘅，冇比查某 get 真 good 嘅。哦 get 真係biologically 啊。哦 ，OK。哦，打波 game 一個 good。Yeah, because God academic good 嚟查某嘛。哦。哦 ，OK。哦，I see。特別條本啊 because in a biologically physically 查某腰是較懸嘅，然後打波又較夾，所以是伊無 rib cage 咁一個啊嗬，伊個腰會拔較懸淡薄，你伊個波伊個型加伊舒格較舒格咯可能。是咯。我隨未掉係腰啊。所以所以一直做嘅。行奇了，你用 spotlight 啊，你用 spotlight， 行奇了 ，experiment 全部啊。咩個睇下俾咪佢腰？除咗戴啊！我除咗真正米芝蓮呢。我真明白，我真了解你先正。我同埋笑講，我是第一做，我是小白，而家心人愛做小白，我有心針吧，你針。心針白lui。啊，OK，接住嚟個做 I see my 面物件嚟講下先。我有一個，伊講嘅你看過咧，我想到啦。嚇！我點解聽到一件是打波嚟？因為伊真正背嘛。真正背想數模啊！你看你現在。然後伊為了愛生，伊去掛，伊去做一個operation 嗬，伊胃嗬做細嘅。哦，係 gastric bypass 呢？伊做細嘅了，你咪被夾住咯。你係看生咯，伊有影生，伊做特別咧，伊減死，因為。伊 surgery 是剛剛死啊？伊 surgery 過後，伊有 infection。Oh shit！喲。了伊減了伊特別 ICU 真正久。這是危險啦，特別因為你冇講無真正 serious 樣無好你做嘅呢。
因為有的人時候伊個 risk of being overweight 啊，較濟過伊個 surgery risk 時候，伊落關度成日講係叫你去做。可能這類是叫bariatric surgery 嘛，伊啲都會把多是較細彎 right？ And normally 伊人做是 because of obesity cases 呢 previously，但當今。我就我有一個 ex staff 伊去做，伊講伊去HKL 做哦，偌濟啊，18寸啊。哦，你即講有咧，唔是講正 obese case 冇人做啊？伊唔是正 obese，是愛瘦 ，because now they use it as a beauty。哦，係呢個假人，就算伊唔是 obese。是咯。你講我食袂食物件，嗰你把多。特別就我你嘅身軀會怪。你特別 slowly control 你 nutrients 㗎了好像冇去啊，伊只解本呢。I mean 特別講啦。你特別特別食multivitamins and 你食物件時，你特別食 protein 後先，食 protein 了甲食別項 ，because 伊驚講你冇要夾你安怎食啊？伊夾你。你那馬來西亞唔知哆啦 A 夢嘛去做啦，唔係咩？哆啦 A 夢係咩？哆啦 A 夢唔是叮當啊？那哆啦 A 夢，啦，我哆啦 A 夢啊，咩哆啦 A 夢？你有去做啊？伊就是伊去做，伊做馬路呢係咪？MCO 做做 minister 是伊去做，那不好啦 MCO。誒，做咩事叫哆啦 A 夢？是唔是定咗一個講即查某特別像哆啦 A 夢呢講話是？查某甲人講話，但係哆啦 A 夢呢？像哆啦 A 夢慢慢。喬時做這個歌咩？喬時。就是要做，對。個咪個，阿師妹咩物件？我佢哋做 nose operation。刮鼻腔。要鼻孔個管。你我知道，伊鼻孔落去啊。哈？你知唔知？伊迄個 nose 一個軟骨啊，我人目睭嘅中央啊，伊咬去。因為是你講，伊 doctor 唔知安怎做吼，伊我去特別幾期做 appointment 了10千喎。哎呦媽，安尼打，哎呦，但係安怎伊你10千唔是 doctor 背啦？冇，because 伊做真係久啊嘛。伊特別等嚟去 maintain 一下咯，特別等嚟去 maintain 伊。像 Michael Jackson 咯，你係潮伊講㗎啦，好難講嘅。就樣唔一樣啦。唔使笑。一照一架鼻腔搞到落面位。如果是伊門做嘅，伊鼻腔就生啦，你叫，都係冇上網嘅。誒，我未可能整住啦 ，maybe 你冇搞點先個，住嚟我這邊，成個講你感覺就講，哇，那是影響你只大嚟講，你會去整好呢邊吸面。我會我啦，我會。我會橋可能是亞洲迄個面嘅迄種嘅 scar 啦，加上講鵝點啦、斑啦、斑嚇。你看 laser 就會了。laser 會做可能件啦。咱是講呢邊流落嚟啦，去吸係眼嘅呢喲，係啊。未本，即係我是拍正咩？拍正代表拍冇得啊！對，我有拍。我都拍，我嚟講話嚟。講。因為我朋友伊是做微整嘅。微整是小花橋。哦，小花橋 ，OK。了，因為伊講我有抬頭紋。抬頭紋是叫咩啊？福建話抬頭。你得落位，你冇得落位。抬頭紋。包起啦。眉毛上面。這邊叫係咩啊？實際起航嘅時，你可能是頭下嚇，一頭下。向頂面，佢哋三條嚇，佢哋。對。個係你油脂都是往加面嘅時候你，按照講啊，下巴旁邊。你嘴皮。嚇！伊看啦，隔時隔看啦，我去拍下邊咯。你是講你 draw line 嚇？是不？係咪你講咩舊脂啊？油脂。yes，draw 啦，一定你個 angular draw，你邊啊整。嚇，對。OK。拍下邊咯。你是講你去爆物件油啦，係嘛？肌肉嘅脂。OK。對。去拍入幾站。安怎會？聽個我未試。呀！你會聽啊？真正聽，伊成個跳掉一款。喲！伊成跳筋的呢吼。
對，伊成條件，反正伊拍落去嘅時，伊嘅針是真細機嘅，伊針入去時呢是無拉曬，特別伊出伊嘅不得是。哦。To steam。誒，特別伊是我拍是聽是貴嘅是本聽。拍嘅時聽貴啦，8點鐘本是聽。Oh my god！你講係深，是冇聽完嘛？when 你拍 ，how come it's painful 我別記，伊是。哦，你是 filler 嚇？你是拍 filler 嚇？冇得嘛？你就幾幾針唔 one time 拍。係你是 filler 啊？我maybe charm，伊嘅即係 wrinkle forehead wrinkle 有可能是冇得，特別伊嘅 jawline maybe 是filler。特別我拍攞。啊，是你是做 trading，你是做 filler。冇啦 ，trading 應該在啦，有四個線喺 QQQ 裏邊。哦，冇，我是叫針拍。哦。可能 filler 是。maybe 是 filler。filler 我唔知本係 filler。誒，so 我安怎做啊？誒，安怎你感覺到達到呢 ？OK 啦，過啦一個月後會看到甲眼咯，你過嚟邊，好看起咯。哦。特別未等到啉酒，因為若是講你等到啉酒，伊會流失。哦，啉酒咧，伊會冇去啊，伊alcohol死去啊。對，啉少濟會流失，因為我啉少濟啊，流失掉啊。哦，so it's filler。哦 ，filler 啦，OK。你特別伊用嘅是賣命咯，就叫你聽咧啊，佢過拍一隻幾刀嘅啫，你過拍一隻幾刀，唔是隻幾刀，一刀拍一隻幾支。對。哦 ，OK。了解。誒，特別我每日都嚟到東去跑呢，你嚟到東去哦。唔係我驚跳。伊愛命個，未啊咯。我有一個朋友就是真係是賣命嘅啦，伊為了伊嘅零頭愛水是查某，伊為了伊零頭愛水去加伊嘅零頭會較細淡薄。哦喲！然後伊做好伊嘅零頭，伊做好伊嘅零較細淡薄，了加翹，哦，較薄機，哦，較翹尖呢。可以按看爾啦。50幾千啊！我講伊50幾千。特別冇就對啦，有你是有影家己暑假看家己，安尼款嘅身材，美國特別學硬嘅。伊嘅皮孔就做咗3-4擺去咗咯。哦，而家叫你朋友出嚟咁講。辛苦嘅人啦，係咯，藝術家叫辛苦嘅人啦。伊下你就是賣命嘅。特別係講話女仔嚟講，特別我就冇驚本，我真係夠驚死啦哇！because 有 side effect 咧，你接落嚟有可能歹意。我驚permanent，就是驚講成日做，你做一刀後，你成講一刀呢就，你做嗰時嗰邊嘅橋啫，個橋下邊個橋攞刀，個橋插刀，然後下邊一邊歹，佢邊做時一邊做Michael Jackson變去咯，我驚。冇唔是會起因嘅，你做咗，你感覺哦，然後個感覺起見了，個再做，你哋所以。North Korea 啲 factor 啊，有一條真係出名啊！伊走去 US 有出冊過嘅，咪 I Will Survive 嗰時都是本冊，伊叫做拍緊咪啊！嗬，伊當今有影我未認伊咗咋？我看到伊嘅 interview 啊，我都真驚啊！伊甲我古早捌嘅 ，because 我有讀過伊咗咋 ，because 我教 North Korean 啲 factors 用 English 嘛，所以我讀過伊倒位。係了，伊甲當今。看到伊 interview 裏邊嘅時候，應是啊，我未認伊。伊 interview 裏邊啊，我 feel 到伊是芭比 doll 嚟嗰種。哦，伊是 plastic 嘅啊，對個伊 plastic 嘅啊，伊真係吉利嗰種。特別係講咯，你講伊別係，特別做。特別如果是講有是咯，當時你家己未做佢哋 judgment 嗬，當時嗬，你家己感覺到水都咋，所以你直接做咋。你橋好時啦，你個鹹家己嗰咋，真冇教過，真個減淡薄。但是我真橋了，這邊冇橋唔掉啊！一個啲橋個家己未認家己。但係咱嚟講，咱家己面啊，咱家己感覺到面啊，好啦嚇。你俾有攤橋啦，你講就安全就平安去橋面對，你俾橋得一格咧。我是面細咯，哦，刮面骨咯，可以加尖。哦，你俾加尖面，哦。我愛我嘅皮哥可以。特別尖面啊，你面做嘅就香啊，because當今有嗰啲有一種嘅，佢哋成個是尖面一面拍就係 massage 嘅。哦，kalau massage 唔是動骨嘛？未使講教我講過，因為我會做嘅，會估嘅。哦，意思是做股時係幾個月做一單睇下。A few months。冇啊，碌大隻，但係過3日啊。冇，有一種是一年嘅你 Q 嘅，
你直接馬殺就係你聽嘅咋，唔是講真係聽啦，你會拉沙掉嘅。啊，一隻 pressure，我就話不講。一 pressure 嘅，個人有就最勁嘅，係一種嘅，伊講 because 伊唔是開刀嘅，所以是actually 是安全嘅。哦。係啦，我白龍 keep。你去吹下龍？咩？你去新加坡嚟睇啦，新加坡有佢 branch 啲邊，我吹你地址，我 post 咗。哦。啲貴票貴嘅。แล้วโอเคก็จอนก็รู้ชีวิตต่อมาอาหารก็มีไว้做咩อาหารก็做皮康啊รู้ไป做皮康咪做係咪做安怎我做好一尖尖細細咧哦我係個哦 because 你感覺到皮康大當劍啊我係皮康上個迄特別大水啊當然話叫下面啊蒜頭鼻哦，特別你搞到40歲，你無愛做咧，因為40歲是驚條皮講嘅運哦。你哋好。你驚走運嚇？走運，因為我人驚運是啲幾歲到幾歲嘅嘛，成個3幾歲無錯。係咪去做？即係眉毛嘛，驚即係頭頂面頭嘅白照嗰邊解，然後慢就落個鼻講，10幾歲個就去到是啲鼻講咯。哇你！做咗鼻講就無去。我係記頂刀嘅時候，頂刀嘅時啦，我是想會有定順嘅，我記細漢嘅時，因為人嘅 beauty standard 嚇，佢就是對你阿摩人嘅 beauty standard 嚟咗，面愛尖，皮康愛細愛乾，目睭愛大淚，所以變做我就是愛成個。有定順，當今我老我就無，我買嘢喎，我感覺到定順是咩？定順是雙眼皮，定順就是雙眼皮，有是雙眼皮 ，double eyelid 了，double eyelid 對，有定順就是有 double eyelid 咯，有雙眼皮咯，然後無定順就是單眼皮咯，所以我定到是屬個有雙眼皮啊，特別我當然無啊喎，當然單眼皮我根本就冇意啊喎。我冇想講愛啊！你有定到時想講把皮康關特別唔明嘅喎，所以唔知當今是老啊，把就齊咪啊，是冇咩看到我個見面冇水啊！我話有拎就做安翻你物件咧喂！誒冇啊，我冇插人，誒我冇插人成日，即係看水冇水是我家己目睭看嘅，我唔是講你看別人咩？你面是看到家己啊？看別人嘅啫。冇，我教我係同我我見人同我我係教係水水嘅咋。特別我家己同我。我別，我是講我成個講背去愛水買面係一種嘅背假我係看嘅呢。我是為咗家己嘅，我唔是為咗講人看我是夾我咩，即是我想講特日，就是講伊會有隻物件會看我嘅心啦，還是看我嘅 confidence 啊。我特日是想掉嘅，我咁樣去做嘅。我今日就一做嗰時，我係頭前期嚟識講下，我係皮康嚇，直接可能我真正歹勢就唔敢出去見別人啊，你物件嚇，到嗰啲地步咧，我有可能就去做咯。特別我是看對我個叫我唔是看人做嘅，因為只若是看人做嘅嚇，你特人唔講你水，特人講你無水嘅，你講你乜嘢就講你冇人滿意掉。特別有陣時嚇，有另一件事。你講愛雙眼皮，特別啊，參加裏邊，個冇咩客，個冇客氣嘅咁，有人成阿韓講伊愛鼻光管，特別做咗鼻光管咧嗬，扮咗阿韓嘅白照甲，佢個冇咩啱，啊個冇啱，特別咱看無，咱無看關線嘅咧，有可能。冇，有你真正伊做咧看伊就講伊韓都捌鬥過阿韓。嚇鬥咩？你捌去鬥咧 prosthetic 嘅臉皮康啊？你看過？看到是咁。冇。我捌看過人鬥嘅喎，臉成你 prosthetic 嘅咧鬥落去嘅。我捌看過一個當人查某啦，伊屬個咧阿毛嘅皮康關關嘅啦，แล้ว伊嘛去做咯，特別有影做了，你看伊嘅面啦，你看會出啊 like 伊無啱咯，就 there's something wrong because 伊面是當人面，特別一個阿毛嘅皮康。所以就是像個男仔講咯，你只看起來是啊，伊 like you know something not right， yeah， you know something's not right， like 伊袂啱 ，like 你看起來是啊無對無妥啊，可能。啊，無對片，對，無對片。無對片啊，真係皮康嘅皮。係咯，是有無對片。我是感覺伊古早嘅皮康是無水啦，特別
tapi ngam你就不會搞做。but 下一嚟 plastic surgeon 差啦，plastic surgeon 差。tapi有人是樣係咧喎，你使去 plastic surgeon， 你使去 shop 嘅咋？有你想你講個 OK， plastic surgeon 有你好，買個你做買個你愛你看我做比較好，你 because 你冇客你嘛，你樣就去吹白你哦，人吹嘅人丟係咧愛你要你去做嘅。Beauty lies in the eyes of the beholder。所以一家己看，伊是屬家 ，because 伊人有遐你物件好拄你，迄個 screen 好你看嘛，伊看伊平常換伊目睭啊，看到 right？ 所以特別一家己看伊屬家，特別我看起來是無屬家啦，因為我是毋是較水？我甲伊講，你平常是水啊，特別我較屬家，你個早邊？我老實講，你較屬家，伊歹看平常啊？無，伊對，毋是。伊當見嘅皮康較水，特別我較屬甲伊骨仔嗰邊 ，because 骨仔嗰邊看起來真順。哦，當見可能看到皮康呢。你當皮康慣啊嘛，成看到皮康成，你變到叫。特別看起來變啱 ，and then 伊皮康變，伊變嘅 focus 伊變變，伊變變啦。即係咪成個？大廚小李廚安尼咯，時間都小李廚都了解下你食啦，都了解下你轉啦，咪個咧變啱，咧 clashing 嘅裏邊滿是上。我老實講，都要做客裏邊。我講你平常你 job very well done，but I prefer your old face。有一個獎啊，獎打出問題啦。doctor 都講啦，做緊啦50尺，講我冇得借女喎，10清嘅喎。咁嘅嘢做，咪見咧做皮筋係使啦，做皮筋係使啦。doctor 都講到講咪做緊了咧，你都賣嘛，冇女嘛。阿龍咧，我是我 actually feel 到我係面冇面問題嘅，特別我唔知做我隻物件，我真係冇暑假咩物件，我暑假自己正面嘅咋，特別我邊一面啊，我真係冇暑假，我唔知做，我真係冇，我本事咧，即係啦，人哋冷隻招我只拍攝咋。我只計個人就係 something is wrong 嘅咯 ，because 人我正面我 OK， 人只少看到人家己嘅邊一面，嚇，side face 啊，所以你家己少看到好，你變做你看到時啦，啥怪怪，成個人聽人錄音嘅聲咧，可能但是你只冇咩關係聽，你家己錄音嘅聲，你聽到時啦，實際冇咩聲啊，你聽，人哋人聽嘅時候是突然人嘅骨啊，係咪嘅？咱冇聽到聲是㗎，人到底耳仔聽係實冇聲嘛，所以冇關係聽，你變做聽起來成個冇咩水，冇咩關係嘅。有一個物件，假如人達到愛是有機會做，嚇咩？嘅關。啊，冇嘅關啊，我喺棍度差不多咧 ，OK 啦，我係接受啦。嘅龜處 ，OK，你為咗借，你特別去拍骨了，拍你骨支起，然後做啲卡卡凳。冇危險嘅，就是嘅關。情關的啊，咩關的就是extend 咯。哦，我哋裝咪叫你射支起你卡 A 南邊咧嚇。嗰時一跳你卡，一做淡薄嘢，你都會關了嘅，因為我在嗰啲真濟。條管啊！其實嗰啲人屬於管嘅人嘅。哦，是哦，咩節都係骨嘅咩？有啊，我哋 permanent 嘅就哎，當時做骨嘅嚇。แล้วอีเขาลุยกุด 做嘢開骨枝嚇，แล้ว個管嘅。哎呀，嗰啲應該是第一隻做嘅嘢。就我們是在咯，一時拍你骨子啊，好咧，有 screw 嘅，到 screw 咧，慢慢啲勁，可以看晒情備書入邊度啲骨嘅。對，但唔知呢嘢就多。嚇，shin 係邊個得啊？到啲 shin 係邊？哦 ，maybe shin 啊。嚇。要你老咧時啊，你落學天嘅時，你都愛注意啊。冬天落學天嘅時，你對知啊。係咪水？紅色像紅色。瑞領啊，領嘛。你做咩事領？你下關咧係領呀？唔是。你成個啊，你 it's considered injury 嘛？成個你手指判好啦，你流咧有時有陣時你紅色。哦，你講你領成講，人做人領嘅領唔是成講cold hand。啊，成個伊提示無好嘅事啊。紅色咪你講你領嘅哦。應該是甲骨有關係啦，because 咱人嘅話嘛是講嘛講領個接骨嘅嘛。嚇。
所以就是講你當到你骨啊，你就傷過啦，你骨刺過，你裏邊啲物件走出來過嘅話咧，伊裏邊嘅 component 嘅咯散去啊嘛，亂過咧嘅話咧，就是會影響咧。最人愛做有一關愛做角率卡子嘅最愛，有人哦。好買，我教慣咧。毛毛菇咧，嚇毛毛菇。我咪我間教慣啊，咱教慣啊。嚇毛毛菇只慣咧。冇，都呢個最電話。喏，而咩有幾拿刀咗？OK， 我想問嗬，咁咧，咱當今定人講啲陣容嘛，咁即still go啊，啲 parents 講，喲，你驚做陣容啊，就是傷害爸母嘅身軀。啊，有人講，K 爸母後，有人買曬咧。哦，意思人哋你話你傷佢啦。話你上咧劇類爸母嘅名係唔係？唔是，這個意思。唔是，孝順啊，孝順。啊，對。嚇，講句孝順嘅感覺。應該有一句話叫做身體髮膚受之父母嘅嗰種，意思身體髮膚受之父母。就是講你嘅身軀嘅毛、身軀嘅皮膚，嗰啲是你爸爸媽媽學你嘅。係啦，一方面不敢毀傷，孝之始也。就是講你忘記當到伊，或者當到樣嘅，都是敬孝嘅頭一步嚟。哦，所以是成日講 you need to do as a dutiful。哦，有效咧，就是袂使換你款啦，因為你款個了是你爸母學你嘅，所以成個人送你一項物件好，你個嘢去換 exchange 呢，可能你感覺到無咪好啦，無咪成個respect 人啊無，Basically， 你 criticize 講以後你物件無夠好，你有當時想嘢嘛？覺得有嘢事啩？哎呀，普及。我就去錯了，毛菇對，佢哪打啦？伊 music 都真響嘅咋？毛菇嘅 music 都是新加坡就是這裡，新加坡就是。冇啦，唔是，但是咧，我這裡，我聽下，聽下，咪笑啊。OK， 好 ，stop。我咪講咪笑，就咪笑咧。Sorry。好經典。係，特別我係講一個啦，我嘅朋友啊，伊 actually 一條水啊嚟咋，伊個寫伊是 Bollywood 查某學款嘅面嚟咋，把照大女皮康細細短短，然後垂細細，比較伊把照伊嘅皮康啊，伊個險無夠短，伊個去做。番茄，一皮康係咁大，60個樓。伊皮康去做，伊個去做過，伊同我講，我計個，伊講伊去做，我講去，就是你去做，你變伊款夠水啊你啊，你就是去做你皮康。伊嗰陣時成款波里活嘅明星，伊是係款，伊是係款格林娜嘅，伊是格林娜係款。Bollywood 嘅 star 嘅面嚟，伊是個人啊，伊是款面細細，嘴細細，目睭大大類 ，eyelash 本真正翹嘅，目睭本皮膚本細細尖尖嘅，特別一個去做喎。阿漢你俾我看你係咪？你未圖講？冇，你那是 PDR refresh 嘅時我未圖我係。即係做過啊啦。我係 nose 嘅。有請問者嗬，等人哋講做面啦、做管啦、做手、做大啦，咧有人做較細坑嘅。哦 ，of course。真冇。細坑，做個眼耳咯時候。嚇掉啊！你係咪坑？如果查某，唔是查某用嘅，唔是查某啦，查甫用嘅坑嚇。嚇，卡嘴坑啊，做喺眼耳啊，你放曬就放未出，放個兩點鐘。係啦，話較水，冇係較水淡薄。你放出來試成個面線呢？哎呀，講真啦，有無啦？喲，卡嘴坑我唔冇聽過哦。查某嘅耳線我有聽過咯。哦，好耳線有。查某嘅耳線是有嘅，伊邊係加細加硬加硬。我兩你本捌聽過。哦，喂，卡嘴坑有啊。卡嘴坑有啊。and then 有嚟打波，伊去做伊後尾坑啦，伊做甲上細啊 ，right， 別用了啊，伊個就被做開甲大到對。哦，咩開腦坑死咧？伊 purpose 係咩咧？伊 purpose 做喺較硬條。像查某是做成件嘅位 ，right，打波嗱，伊是
你暑假上 sex 嘅，伊嘛是做阿妹咯。哦，特別就大波阿妹伊康時話咧，真係幫曬啊！做，即係冇真係 even sex 本來 intercourse 真係看過 perform 喎，真係看過 perform 譬如我都寫喎。I think 是 number one，你特別會記，真係物件是 muscle 嚟，所以啲 muscle 伊做緊靈巧嘅。你一叫你 surgeon 做開甲死起啦，然後醫生講based on 你 size 係咪咁樣學幫你咁樣 right， 你點樣講係咪咁樣，讓你看到你包係咪？應該是講是安尼大啦，伊唔係伊愛甲死，哦，愛做甲死 because 我哋物件是 judgment call 嘅嘛，我 recommend 你做你講你愛做3寸半 ，OK， 你愛做4寸半 ，OK， 伊咪做甲死咯，做甲死啦，伊病，伊點點裂。Oh shit! Oh no! Oh, 哎呦，我該聽你講。記者，仲有那個記者，仲有那記者。特別你看變到多邊冇用嘅，一直別用依嘢。我咪 for sexual purposes 一直別用啊嘛。就是咪聽老官講咯。所以你實際講，有啲人就是咪聽，然後佢講做，安尼大是伊咪伊做甲死，所以做甲死伊咪別。我講見到就愛波啊嘛，愛波咧是你迄邊講 sensitive 嘅，所以你一理過了，伊有時間啲數一隻坎坷做了。哦，其實講是4寸嚟講啦，你做3寸啦，然後當佢一理了，伊就要做4寸，伊未做4寸，然後就伊就要做4寸半。哦，你變白啊，你變白。所以我只驚是啥物事啦？你就讓乜？即係應該是講啦，冇少經驗過啦嚇。當幫曬嘅時候，我說你極細隻股嘅時候，你極細隻股咧紅險去幫到再經嘅時候，一理嘅你知有乜 experience 過喲？哇！呢啲是成日被不夾人就卡嘴坑咧，真係哦。對。and then 流血咯，你強起嚟，或者你細當時血嘅了。哎呦，唔知有當時幫出嚟，唔知你知哦。然後你。แล้วนั่นสิลูก用 bidet 嚟講下，你寫時，哎呦，線就你就知啊，線嘅知啊。Oh my god！我當然卡計女呢，我講我卡計女呢。Because 佢哋 feeling 是哦 ，because 卡住講出來是哈，佢較濟嗬，佢較係你呢個卡出 I think 特別查某嘅病咧嗬 ，because 我雖然我冇啦，特別是看會到，家己看會到，會幫會到所在。卡住康時都看袂到嘅所在，所以你唔知發生蝦米事哦。誒，你知唔知講？我只估啊，個仔講卡住康有毛你就嚇John，你細漢時被 ban 都去看你嘅卡嘴。我冇那我應去，我哋就把我看下卡嘴啊。你不也行去照嘅咩？我就是行去照，我甲仔講有個咧，有安尼睫毛誒。查甫夠有毛嘅嘛？誒，查某無毛咩？對，查某無。哦，查某係卡住卡無毛啊！有啊，有啊！阿張誒，講實在嘢，豬大聲豬正。卡住卡無毛。查某有嘅啦，招啦，查某就招啦，我是招啦。即個皮球毛咯，皮球毛查某不是大部分是冇嘅。哦，對，當時老誒。是講你卡嘴無毛咧，有較濟你卡嘴卡冇無毛咯。That's very easy。誒喂，我卡嘴都無毛，我特別冇辦法看過。卡嘴是得類，卡嘴皮啦，卡嘴皮，嚟你冇啊，我卡嘴皮無毛喎，特別我係卡無毛。你卡有誒毛起㗎咯，你大卡對誒毛起㗎咯。阿妹起㗎到落去，我係卡嘴講只隻，特別冇講只白。你徛起來都偷看望看。人哋呢 camera 就用到啊嘛，哇，很係啦，很少條 ban，即係他 deflect 方面嘅嘢 ，X-ray 唔係你是講下咩卡推嘅毛起個特管啊？我幫下。係會起個架嘢不？起個卡住皮。我冇我卡住皮冇毛啊。我冇。哦，冇啦，我卡住嚇掉。你會使翕相嚟 check 下啫 ，because 有可能是冇你幫冇掉咗咋。because 因為毛是較油嘅。
特別我啱講是甲幫人哋個骨係 baby's bottom。你咪每塊咯，I got hair there or not？ 係啦，我每塊，特別我幫人幫佢掉嘅嘛冇。特別依時間要嘅，依時間要嘅，所以你未必你未 feel 掉。哦，你再講下，你叫伊人個 band 嚟。又冇啦，咪你愛你卡最近嘅摸成咁咪成 jungle 啦，你看到？我就是伊人講係卡最。有嘅人有嘅，有嘅。我冇啊，我幫冇係冇，我幫卡最皮冇冇。係有卡最皮是有嘅。係咪聽啊？咪使講。其實你講安怎？你拿過啊？你幫話我啊？下咗 QQ 話又加你 Q。爭呢隻，我冇爭掉冇冇。你是講卡最坑是卡最皮？卡最皮？卡最皮冇冇？卡最坑是 confirm。我掠到冇掠到冇？啊，你掠卡最坑。邊你卡最坑有？我卡最坑有冇？哦 ，interesting。So which means 你卡最坑嘅摸到是ตัว你 genital 嚟咯，唔是啲你卡最皮嚟咯。嚇 ，maybe。part of 你 pubic hair 嚟咯。我上未教我自己到啲 YouTube 會幫我卡最狂摸。來個下面物件，阿水買咩物件要聽看？啊，就係查某做嘅。嚇。eyebrow tattoo。哦。啊。對乜呀？你是為咗方便嘅時候？為了方便，大人唔通做真正痛。啊，你捌做過呀？我捌做過，一刀呢，伊叫我去吸，我計講我買啊。哦，安怎痛法？你使 describe 啫。一夾嚟做片啊，啊，我刮。哦，即 microblading 嗬。啊，真正痛 microblading。哎呦，梗係痛呢。伊無係咧咩？伊無係白藥呀。唔係白藥，我是痛。我做病咧時，我想我買做啊嗰條，我講唔使。哇！我有影真痛，然後我做咧時，我甲我指白白去，我讓兩人白白來做教員來拍單啊！哇！伊直看到我面啊，我一頭家講啦，我是女，我是買做咧。然後伊講伊好女啊！我講若是我好女，我根本無 refund 我本走咯。然後伊講人家講無安尼聽嘅啦，這樣都貴啊，這樣都貴。伊本做時伊目睭直直安尼上了，我係 like you should have stopped me, you should have stopped me。這啲 taxi 時我講 I told you not to go ahead。聽咩？我做無聽哦。最跨欄嘅。Amelia。哦，我做無聽，我of course 有淡薄仔個 like prickling 嘅 pain 安尼啦。You know, but it's like very normal. And then I find I don't know, maybe 我淡薄psycho啊，什麼小啊 I find it pain very relaxing. 成日你去做 foot reflex 嘅聽你看咯。而家係聽，而家係聽咩？會聽。伊愛做本，我人兩人接對來啊！我人解講，若是講我是女，你是無做啊啦，伊無做咯。我人兩人做呢，有影我是感覺，但所以講一人問我啦，我解講啦，老實講，若是你問我咧，愛做咪做，你互我 free， 我唔愛做，真正痛，我是感覺是真正痛。我想講一直牙尖，嘟，安尼就，唔是一牙刀，安刮。呀，這是新嘅 method， 你看到是成個毛一條嘅，頂到嘅你做 tattoo 嘅你，伊是規片嘅，看到無咪 natural 嘅。對，當今伊用 tattoo 間了咯。tattoo 間？哦 ，really 啊，無用刀片刮啦。是刀片，特別伊是伊有兩種啦。一種是我聽過就講咩 embroidery 嘅什麼啊，頂住就講。伊阿毛名是叫 eyebrow embroidery， 所以我先嘛是想一件 embroidery， 尖翻嘟爾咯。你我不點講啊？是啦，要。I think maybe 嗬，你咁for Lucy Lucky 喺地方 ，maybe the person doing it 比較做，而是真正新手啊 ，because it shouldn't be pain I see 喎喏。伊是大喺邊咧，你 Queen's Park 俾出名，伊就勁嗰隻哦。and 我諗解做 appointment 是3 months ahead of time， 伊安尼拉股一個。我阿妹妹哦，特別 maybe 你 pain threshold 較嘅。對，冇關係做嘅聽。trading 埋啲啊，是講都冇關係。
啊，真痛，我感覺是真痛。because 啊，你知啥？咱去互人 wax 咱 eyebrow 嘅時，咱痛是 OK 呢嘛，是痛呢嘛。特別我是感覺我捌做 eyebrow，迄個 waxing 嘅物件，應該是你打鼾啦。啊，我是咁樣想啦。你個喺度抹藥，我想講抹藥咱嘛袂強。because 咱去做 tricky 時，嘛是甲你抹藥那個拍針嘅 right，嘛是無痛嘅叫。你是咁樣想，特別有影做起來時啊是，有影是。我是感覺是真痛。啊，大媽是痛啦。啊，嚟講下你話做過啊？阿涵。我捌做過，我個有一個 tattoo， 我係骹腿迄邊嚇。Honestly 啦，做 eyebrow 嚇，較痛過做 tattoo 咯 ，for me 啦。哦。特別是真係 worth it 嘅。哦，做咩？你咩？Eyebrow got bone 啊 you know the bone 你冇白嘅，所以是come out good。哦，頭殼嘅皮較薄本。哦 ，I see。你係頭嘅皮是真係薄。我係 explain 下我聽，伊個 difference between 我看過 microblading， 伊條嘢就係成日夾住多骨，好似多一多，你看呢是一抹伊個印落去，伊個你印到啲咧。刮誒坑嘅位是做伊 stain 伊色，你話就特別你會淡仔講講咩 embroidery，你 tattoo 有冇？但係 tattoo 就是成個點解人入 pencil 畫 eyebrow pencil，你看你是幾片嘅，嗰個嘛。你淡仔你講嘅 embroidery 係咪物件冇像？我冇明白喎。伊是像嘅 mechanism 來，特別冇像 technique。嚇，安怎呢嚇？有誒是 dot 嘅，有誒是。呀，迄個刀哈，迄個刀是像個一個簽啊，你看來哦。頭一個是第一檔了中個是中個咧後尾第一腰，腰。哦，所以頭初去到後尾咧。對，你會使做像個模誒，安尼看。I understand you。你是啊。That's why 伊甲我講，because 伊個刀像是三角，我 sometimes 像薄像咧。對。了伊有陣時個嘟，了我唔會做咩算呢 ？because 了伊甲我講，伊講做了更 natural， 有咧位伊是安怎刮，了有咧位伊是點，所以伊講伊我哋 method 了看了真正 natural。哦。你若是你會皮啊，若是油嘅。真係油啊！你未做 microblading 嘅，因為 microblading 未打閒嘅。伊未掉。所以你做你嘅白毛嘅頭整下，伊就用迄個 microblading 嘅刀咯。然後伊嘅 tail 啊，你嘅尾縫甲你嘅尾尾後尾啊，伊就用 tattoo 甲，你看你。哦，所以是參啦，是參嘅 mix 嘅。啊。哦。愛看你嘅皮膚，愛看你嘅。你家己嘅 eyebrow 嘅模係安怎嘅咯？哦 ，OK。啷就是人捌去做好你皮白嘅，有人成日愛白嘅。哎呀，唔敢。我應該隔濟人講拍鵝啊，打濟病性大波時去拍鵝嘛。我去拍節拍嘅鵝會使冇拍嗰啲散本嘅咧。佢哋散本冇相嘅，冇 even 嘅。唔是冇 even 啊 ，after that 嗬，冇三節嗬個鼻都等有啥鬼啊？哎呦，係咪應該錄配啊？即係叫後面都就係。Korea 人就係搞 whitening 我成日我扮啊，我鼻啊。就係搞 whitening 嘅。Korea 嘅查某啊，大波。樣就是搞白噶啦，嚇，都是咯。樣就是搞白白。安怎做喺邊白嘅？我 even 人我作劣食啊，我是 OK 嘅。安怎做喺邊白嚇 ？Korea 啦。樣唔知樣皮膚我未曉咯，這個拍針嘅這款，拍針嘅皮膚係白啊，anyway 啦，拍針啊 ，supplement 啊，do all this。哦，有嘢冇嘢。people actually 成日樣做伊去做伊 what you call bleaching，you know，and actually it's very bad 嘅咧。Yeah。Michael Jackson 咪是咯，做 bleaching 咯。嗰時要係你 disease 嘅時候，要 vitiligo 嘅時候。係你是無法嘅啦，你又冇葉面伊唔是愛水嘅，伊是有皮膚病。對 vitiligo 啊。特別我看咗這咧cosmetic 嚇，講你又薄寫你面嘅白，你會冇嘢啦，有嘢咩？
馬來西亞一個 brand 真出名，冇可能嘅啦。馬來西亞一個 brand 真出名。But it's actually not good because it bleaches your skin. It removes the pigmentation 㗎了。So in the long run, you will get skin cancer. It's not good. It's carcinogenic. Carcinogenic. 哦。你捌聽過啊？人捌聽過啊？人 bleach 難卡喙康。嚇！我捌聽過，係咪？我就冇明白啊咯，bleach 卡喙康是 so that 你在你卡喙巴肚下邊嘅 area，嗰隻伊皮膚嚇，伊皮膚較重嚟食嘅嘛，成嗰啲個啲安尼，你個啲就係 skin มัน較惡淡薄嘛。所以是對 groin 嚇，對 groin。個啲我本冇人看人去 bleach 個啲本，我本冇看。是哦，有人做嘅。零頭卡喙康，嗰啲人 bleach 過。零頭會 bleach 啊？嚇，零頭會 bleach 啊？唔係我咯，最顏色。最顏色。even though pigment 啊。攞係淋拍嗬，淋拍 botox 個幾多會？嚇，淋拍 botox 真係裝，你係流落嚟啊？冇大粒啦。個大粒個 please 大粒你是拍 filler 喲？唔是，唔係嚼嚼。伊嘛係嚼嚼，伊嘛係嚼嚼，也可以。你拍哦，所以伊 botox 係做伊 relax 係未嚼其實。攰嘅嘛。你係咪是未老咧？你見老師塌掉個機。我哋是多淋拍啦，多淋拍。你零起啊，哪來哪流啲零？你見落塌掉，你淋拍真大咧，我睇你係真係見。football 冇啦，set 巴啊！哎呦！你就係叫我就話俾過嚟。都叮叮叮咧，你叮個。你問佢後尾俾我崩瓜咗。攞到啲後尾，啊，問叫我就俾過嚟食把的路。把的嗰隻。好掉路啊！你睇佢就跳繩喺度跳啫。人真 suka 人白白，我是 suka oil， 我 suka hitam manis 哦。查甫我是 suka hitam manis。我咧就是 suka hitam manis， 但是我比較想貴啊，你看。我特別好聽到人是講我唔是講較白上面，特別。我人講我當劍隊，因為我 I think because 我到這邊有 four seasons，那個冇咩是個拍技術啊。人講我講我隻白氣啊，短期是冇馬來西亞是，馬來西亞白我聽到白我係人啦，特別我家己唔知啊。會較白啊，特別我對於馬來西亞冇攞你白了我就對。所以你是惡人本啊，你快惡人。嚇對，我假設教我惡，because 我看一個。唔知我講白嗰陣時就真係就冇樣嘅咧，所以係一個 healthy 有 colour 但冇嘅，有 colour countries with winter 啊，但我就講佢 winter time。Oh my goodness！ 我看，mirror 我看到個叫，哎呦，我成日愛 transparent 嘅，你看咯。白絲。特別未咧，特別個即係個情況是一白一半啲白嘅。是啦，你被惡係，你怕被惡係？未哦，係未哦？你是頭毛是黑，所以會看到伊邊。我頭殼所伊頭毛是佢哋 dirty blonde 嘅啫噃。嚇！然後伊隻腳去拍日頭，有一道是冇 make up。佢係一彎嘅。意思㗎？看到更加一彎吧。未看到邊咯。一彎一粒。貴啊！你看到一粒八彎，哎呀，做乜看到一粒八彎鋪到點啊？你講咁多頭嘅所是人嚟喎。你食白龜，食龜啊！嗰度I saw a floating meatball in the office。有人做 belly button 嘅冇？啊，我未聽過 belly button。嚇，多仔做係咪？做咩？嗰時做係。你印尼 NLD 咯，有人做，有你接，有你拖出來，有你做係接。係咯，有你拖啦，夾扭出嚟啊！拖出嚟人去做。可以不病險啊！可以病險嘅簽。actually 人嚟講，可能嘅刀仔是一坑嘅，還是拖出來一粒嘅？我是坑嘅，一坑。我本是坑。坑。後啲有後啲有。我哋是坑。哦，可能是坑，有後啲有啫。即係你講嘛？有人後啲嘅，有陣時特別我是成驚嘅時候，就我咪是後啲嘅。一項日本真奇怪，pregnant not 成驚，pregnant 對有驚是對，
有驚唔是驚嘅，after that because that time the baby kick 架了出嚟，架都踢架了 everything also extra large，我講 that time。我仲有人做迄個目睭下卡啊，目睭下卡上加一個 eyeliner， 一個唔是一個 eye bag， 哦 eye bag， 哦，迄個是 fillers 啦，拍 filler， 迄是拍 filler，but then that time 我去 check 咯，我講because what okay some is eye bag and some is like 老了那能sunken 啊。like more sunken because nanang skin so that time 我塌現喺那目睭 yes correct so what that time 我去 facial then 我 because what I ask a lot of people 我有 friend 樣做 fillers 了嘅嗬一人跟我講都咪做啦咪做 fillers because in the long run filler when it dissolves right it 走位 and all these things so so I found another method to 做我個 try 啦 I try 加巴魯當見邊度安怎嚟做係咪冇聲It's a peptide jab. 哦，不是拍針啦。It 拍針啦 but it's a peptide. So it actually like if it's sunken, right? Because it bring back the collagen and it restore. So it's like not like filler. Like filler, you just put in. If you look how many jab 㗎了 then you put in and. Like 散去 over time. Then 係慢慢散 right over time. But this one 講只是 peptide jab. So if it works for eye bags or sunken under eye 呢？但我 try 咧，我學到看下。使。你 try 咧，學王仔咧，開一個 episode 就咯。咩，我學到看，開 episode 嚟講係咪講？我講你經驗嘛，講你拍啲跳舞跳嘛。我 threshold 真正 high，我咪變 threshold very high one，so it's not。dark circle 會叫嘅喎。誒。安怎？How dark？ Because 我有 dark circle 咯，所以我想俾 let's say 你唔係我俾做。我就較明顯咯，我冇節目嘅，我就較明顯咯，我 dark circle。得你嚟 close up 就係我看就 close up，啦 hold 掉你 position 啦，兩個人 spot YouTube 兩個人看，誒，等陣我個別看到。講啦，到六五。等陣我別看到嗰個 ，because 你聲唔是到邊出來，我特別 adjust。邊條五咋？我是特登贏 iBag competition，你看我 iBag 安尼大粒之過，我真少年。actually 看 video 冇 feel 到你真係大粒就，我 feel 到你有，特別冇 feel 到你就大粒咯。哦。啊，我拍到。我嚇。我變大，我變大，because 你大女，你係你配嗬是吉卜咧，一看就成個青青淡薄，你看呢？我有 bag 哦，我有 bag 哦。有 Prada， 有 bag 是有 Chanel， 有咧 bag 是水嘅，有咧 bag 是水嘅，愛裡面伊嘅啊，因為水嘅人睇了有 eye bag 嘅。你都看咧，in Korea 啊，伊人like 有隻 cosmetic surgery right，伊人 purposely 去做嘅 eye bag under 就是咯啊，就是咧，明星㗎啦嘛是就你去做嘅，purposely 去做 under 嘅 eye 對，有時候講有人做即係咯，誒，做咩做嚇？做咩做 eye bag？叫臥蠶。臥蠶啊！臥蠶是真實啊！不是臥蠶，臥蠶鳥它咧鳥窩的臥蠶。那是講錄 iBag 啦，嗬，一個方法真 effective， 真幫伊個真好嘅，就是錄用 hemorrhoid cream。哦。呀，แล้ว錄 preparation H， 錄特別看有隻 ingredient，because 個了 model 啊 ，that's a trade secret。All the model 伊人 because 冇夠困嘛，แล้ว個 jet lag，so 伊人愛期待先，伊人個了用 preparation H，because 伊preparation H 係咩 content？ 嚇，所以soak 伊迄個 liquid 個了出來。So look buat preparation egg。伊袂使碰先先，特別我捌看佢當一種新嘅哦，樣成啊，你即係成啊迄個，伊成啊一個 gel，你看你物件，好你搭啲目睭位啊 ，before 樣成啊，成你講你明星啊未出門嘅時，啊未出大時啊，伊搭落啲 eye bag 嘅 under eye 嘅嗬，你係頭佢是無 eye bag 去喎，係啲咩？有影啊？零嘅啊，哈。It's a gel pack 是騙人嘅。啊，唔係啊。The one is like under eye gel。但係係 temporarily 呢，係暫時呢，嚇。Preparation H 是好 ，because preparation H 是 90% of preparation H is vitamin E。So vitamin E 對目睭都是對你皮膚都是好。So 第無敗害啦，都是用 preparation H，and then you just 搭淡薄，然後你係淡薄嗱搭 OK。你看南西。南西邊，是啊，係水呢？這是美圖啊！南西這是路啊！
哦，這是未塗嘅事，要做一邊尖嘅事啊！哦，一邊做一個哦，這是美圖啦。哦，我們想愛美圖，我愛美圖邊是變咗雜包嘢，定到時我吹美圖。南西嘅剪嘅時候做嚟剪嘅，尖嘅事啊！你話剪嘅尖，你剪嘅哦 square 咁波咩？哦，我這邊剪嘅嗰陣時候你剪咯。哦，真嘅得冇吧？哇！定到時我就 self conscious 為剪嘅本，特別對冇鬧冇插路啊。做咩做咩 ？Because 我係剪就 prominent 嘛，我係剪就拖嘛，你能叫 mango 嘅嘛？叫我 mango 嘅時候，佢鳥邊。我真正 jealous，我剪隨便掉啦。你 maybe 你剪嘅你要去拍拖啊？我就見到屋企我唔知啊，變到布338姐姐。誒冇你叫我定住啦，到底你啊，諗到咩啊 Zoom 嘅事，你話唔知做咩事，你個朋友就傾講 1 2 3 4，一直睡，你話剪就剪，你講我哋 count 你剪你叫啊咩咧？個正話，係只傾嗰個朋友啊。呢個係衰嚟。How many layer？我 camera because 我到 office 好像看我 office 係 something 啦。你我 camera 係到啲一啲我剪入邊咯。你一直就看嗰邊，一看到我人講啊，伊講 1 2 3 4，伊講就做咩？我啲水喺度剪。How many layer？How many layer？哎呀，我笑啊！對 ，OK。伊講你人講 you have more jeans than Chinatown。So mean。Oh my god！OK， 來講下面有咩水？白椒會刮定筍，人最包刮佢定筍。My cousins。哦。我 cousin 我。特別刮新加坡。咩怪啊？怪啊！喲 ，permanent 咧。permanent 一挂，我 because it's always single eyelid 咧哦。但一把就 actually 先大粒 one，but 伊 double eyelid， 伊講哎呀，you all got double eyelid。特別 sometimes 就 makeup 係咪啊？較 double eyelid 有可能較硬話，是唔是？ Not necessarily. Is I think 是你安裝 makeup and 好有自己 preference。But 伊去做咧，我哋直接我看到伊我講，做咩你把條整㗎？整啊你攞嚟，真正個硬。Maybe 要 recover 掉係啊，個未個recovery stage 啦。then 伊個我講，我冇真正 curious， 我講安怎做啊 ？How they do 啊？安怎我唔知本咯。那伊講啊，所以伊人 draw 也 measure of course like all these things， then 伊人 like kind of like cut a certain part of the lid and then 伊人 sew it up， then they sew it， 樣填到對哦，填到對，所以 double eyelid。then but now 我看是真正水啦 ，you know，but 伊 process 是伊講做是 not pain because 無痛 because 伊有伊會疤嘛。But after that 伊講啊 recovery 是痛 ，recovery is 痛 ，it's like always like that because surgery 是 always like that what， you go to OT 是無痛嘛，都是講了。But when you come out that time recovery 是真正痛。我係目睭嚇，咱看下目睭，咱咪 zoom in 啫。我係目睭呢嚇。定到嘅事啦，我較少年嘅事，我頭白鏡我都未看到啊，我500度嘅事真係嚇。你看我目睭嚇，伊這邊我老啊，伊這邊咪是落來哦，你這邊成伊 drop 落來嘛。所以droopy 嚇，所以 droopy 啊，一邊成個一個 fold 嘅款咋，所以定到無呢 drop 嘅時，我目睭看較細咯，較矮咯。一當佢 drop 咧，我個人看目睭成較寬嘅咋。點解人講你目睭大粒？其實我唔是，我是老嘅，我係白老落嚟啊，是一看一隻白樣，成個人查某無 eyeliner 咋，所以我變做有 eyeliner 去咯，當佢。所以我老啊較水去哦，較水，老啊較水。有個人是老一個水咗，人嘛是捌到過人啊！伊人老咧，其實你看了個水去嘅個。哦，嚟啊！見到嚟啊！見到嚟啊！見到咯，愛水買面係咩物件？阿龍抽起名稱嚟咯，阿龍。阿龍先頭抽起名稱。佢所以不多謝。見到嚟，見到佢咪。來講下面愛水買面係咩嘅？來，我講我係目睭定順本
都唔是正嘅咯，我細漢時是冇嘅就。哦，แล้วเราชอบที่ไหนนี่กี่กว่า冇刮啦，แล้ว我是有一次時唔知是目睭激隻啊，所以有定損去咯。咁啊，大隻，แล้ว大擺就但去激伊啊。哦，你 practice，你話捉激喎，你捉激，我捉激。成日你俾就激西呢？擺人啊，就講哦，你做呢把蕉呢，成個你俾把你做 ，you know when you put mascara 係啊，你做呢把蕉呢？You know when you俾做呢把把毛喺 Q 嘅時，你人哋嘅係啊，還是俾把 mascara 時，你咪是做呢，學你 eyelashes 翹起來時，等看啦。你做呢對定數呢？對，你佢 practice 你激一啲激一哦，但係你看我會喎，你看啊，你哈，那有定數去喎，你看。即係你定選就是講嗬，你喺把蕉位啊，把蕉配有豆粉啊，做係豆粉，你只有係豆粉啊，啊做嘢咯。當然冇粉啊。有嘅人係碟咩？一到時我有一個朋友，伊係一個定選嘅碟啊，一日3年。我當然極。所以係你小 A 甲把女生是冇想做啲。我極有時講我 temporary 嘅，我 about 2 seconds 啊 ，it last。啊，那few seconds入邊，你做特別極嘢。哦，哇！係 niece 啊，冇事咯，一直冇。所以極家當然有呀啦。啊，極家有，梗係舊呢，我愛唔รู้。哦，係喎，我咪 try 啊，嗱，我哋真係靠我定算啦，唔係我特著呢。今年嘅咧，在外面就派過啦，所以我做呢事啊。誒，阿 John 你直接嚇他哋人成個都掉seizure。掉 stroke 啊！我冇驚掉試咗啊！我驚咪就呢極晒出嚟，晒出嚟！我頭先看過另一咧四川半啊，等於。我見到就俾留起來，即係做一個 course。你咪學咪教人，你咪教人咧嚇，你做 course，你咪教人咧。我冇穿喂 nephew 啊，冇啲冇嘅嘛，冇會啊，真係冇。哎呦呀！哎嗱，講到咧朋友嚟啊咯，一直晒朋友。隨位真嘅朋友嚟啊咯！哎，你呀，你特別做隻 course please，教人啫，攤女啫，啊攤女嘅。冇啦，即係 practice 所以你。哦，哎，你講我聽，你當我成日你是你頭一個 line，你按怎教啊嚟？按怎教咯啊？你特別有想說講你目睭嗬，會配愛加，按怎講啊？愛加較靈，愛加等，愛加舊淡薄咯，加會咯。但係嗰時真正，你唔是特人會會啦。我看啦，我是會咯，你看到我當然。哎呦，我冇看到我冇看起啊。誒，我問你啊，你就係我細細漢嘅時候，你當鐵頭嘅目睭嘅咧 flip up。呀，幾厲害！係你做 double eyelid 喎。wrong side 嚇 wrong side 我驚，誒我未做咋。long term fall 了有 line 呢嘛？誒，真久冇看到人做啦。誒你唔係啦，你就我看到我上到下面哦，你成個喊啊呢，成個喊。啊，掉咗喊冰筆。嚇！我按準邊我邊佢邊嚟邊去邊被掉咧？我俾半被，南西都教我上，冷嘅把照配上眼啊頂。上我冰嘅時已經冚掉喺把照啊！伊未冰嘅，伊根本未冰滿啊！壓未過。冰係看到伊嘅inner嘅白，看到最硬嘅只魚嘅。嚇，上家阿蹦嘅你看呢？上家阿蹦冰過嚟啊！嚇，掉冰過嚟啊！阿蹦。毛毛菇你幾時把看佢冰過嚟阿蹦？我白看過。哦，你頭鏡冰菇嘅時候。你頭睇壁女阿蹦啊！我成日我冰啊，做正經啊！我舊日時都鐵拖，我時時做個冰嘅物料。啊！我未冰比較。誒，未必老師係碟嘅，如果係碟做定選會掉啊。誒，我朋友做，我朋友做。嗯。我係 glue，有嘢有定選去。
我係紙筆，我頂到我係叫我寫下時，我係紙筆買過，伊成日寫地，咪能看特別伊寫隻定選嘅 shape， 定選嘅 shape， 伊那 curve 成日寫條啊 eyebrow，然後呢，你打到下邊嘅嗬，你開吧，特別我 you know I learn， 我最近啊，我嗰時看到 YouTube 啊，我就是。fall for 伊 trap 我直看咧定選嘅 video 就，伊啊有兩種嘅碟咪就，一種嘅是 one sided 嘅黏嘅，就免是講一邊黏嘅，啥 Scotch 咪，另外一種是 double sided 嘅，所以講看你要有你目睭你有交配嘅人嚇，你就要有交配入面是有成日他媽見到講嘅有白啊，有配啊，伊交配嘅人咧，你下碟 one sided 都夠嘅。因為伊開起來是伊家己嘅字，你交配嘛？你無交配咧，你特別係內曬得內邊頂面黏一啲黏，所以時候你黏掉時，你目睭就開起來時啊，伊裂到頂面嘅白咯，你內掉黏掉喺度變到字掉去咯。你知唔知內款你當知唔知？我冇個知呢出見。我唔知啦，係呢個依是你啲technology 啦，一生出來啊，伊目睭一邊定順，一邊冇定順。哦，嚇，你有可能我都未去做啊，你。你位置嘛是真極閃咯，because 伊成家你看有個人伊目睭是無相識嘅嘛，像伊呢我隻鬼嘢翻嚟，我嘛弟弟講，哎呀，伊大漢了，伊對定順咧，話7歲8歲還個未定順，位置用嚟跌咯。嚇，แล้ว定順，我唔知用1年嗬，唔知用1年啊，แล้ว一定順去。哦，แล้วไปตอนกินแผลล่ะ係咯，แล้วbecause 為啲人驚 because 一驚講一做唔知會啱未啱 小部分人because 都做兩邊啊，แล้ว一邊是 natural， 一邊是冇特別。哦，唔知係 match 嘅講。唔知係 match， 特別 OK 啦，特別當今咧。伊我呢家己知講到一邊是 natural 嘅，到一邊是有特別啦。特別我是未記啦，我看起來是 OK 咯。見到，你講下你細漢家己做呢，勁嘅嗬，極啊嗬，你極咗久啊，個調你定順。應該有 at least 有1年啊。哦，所以1年後就免勁，還是你久就要勁知道？冇啊，冇咩啊。冇啦，定到時喎，1年後你就直頭冇勁咗啦。買啦隻結果佢後冇到 K-pop 嘅撈到冇定順嘅都看。So now 當叫伊按極了，按極，冇老了嘛，你喺度教佢都看，死啊！做冇定順都未都看。哦，別怪當叫我冇去做定順，都好啊 K-pop 冇定順興啊嚇。唉，有時啦，興起咧。你話買極啊？做家下唔得啦嘛。我買極啊！好似你嗬，我嘛本甲講印度人，因比講慣嗬，是因為細漢嗬，因長水，家下你見啦長水 baby 嘅時啊，Q 人嘅鼻講嘅哦，嚇 ，Q 唔是春家呢期裏面啊，春家呢期，冇春家呢期，哦，而家係鼻講係你 Q 呀，當咁樣細細樣長水嗬，伊 bridge Q 樣，總之 baby 把路出事嘅，就樣解長水嘅時，長好嘅時候，阿婆嘅時候，伊拉就第樣嘅鼻講咧，第你講。哦，because 啱啱生出嚟 ，right？伊本女嘛，女所以就計 shape 咯，所以 something is like exercise 安尼啦，你但只做 sit up，你嘛 from United Nation 變 six pack 咯，安尼講。極定順啊，嗱，但係極嘅。United Nations 上面啊，做冇明白 United Nations 上面。Six packs 你仔是係咪先？So United Nations is every country all in one 嘛，so all in one 是兩波啦。哦，six pack 我知嚇 ，United Nations 我唔知 ，United Nations all the nation united，反正嘅，OK 啦，咱講啥咁規正啊！感謝大家，感謝見到齊講，走去同我講激定順啊！แล้วก็วันก็จะเลย話題個話題，可能未講時講做緊咯 ，OK？ 嗱，講個這邊先啊，禮拜嘅再見嘅大，感謝大家嘅支持，拜拜。